有覺得好奇怪嘅，咁當然有啦。但你知道，而家我做嘅嘢咧，並唔係只係單一係用中文嘅嗰個專業知識就可以完成嘅，係需要 multi-discipline， 好多不同嘅視角。我自己做研究啊，即係希望用現象學嘅角度啊，用好多哲學嘅概念嚟到去重新整頓呢個漢語漢字嘅嗰個理論嗰時候，嗰啲就係需要漢語即係專業知識之外嘅其他嘅元素啊嘛，咁再加上埋資訊嘅科技嘅運用啊等等。粵音嚟講就好多材料啦，但係審音配詞呢個觀念先係特別，即係話一個字視乎佢唔同嘅用法，佢發音唔同，就透過配詞嚟到顯示佢嗰個用法同埋佢嘅意義。結果就發現好多人就受落啦。漢字咧係現代嘅書寫方式咧已經係經過咗所謂嘅遞變啊，便利咗書寫，但係咧就犧牲咗好多古代文字嘅內涵。我哋覺得咧係合乎邏輯啊，同埋合理嘅方法嚟到去展示出嚟。首先要建立喺古文字嘅知識上邊。啲老師發現，如果能夠用我哋嘅字庫嚟嘅材料咧，佢哋長得快好多。呢係動員佢嘅右腦，圖像係右腦處理噶嘛。睇下可唔可以用 AI 嚟到去幫我哋去識別出一啲仲未解讀到嘅教科文。AI 盛行最得益嘅咧就係有文化底蘊嘅人，因為點解咧？佢識得點問，佢識得問乜嘢係補充自己不足嘅地方。譬如你都未做到 appreciation， 做得好唔好你自己都唔識得判斷，咁嗰時候咪成為倒果為因咯。咁你一定要起碼喺你自己嘅學習啊，或者係對自我增值嘅過程當中，一定要保留翻有啲元素咧係離開咗AI 嗰個支配啦。